开始串流，直播来甲送出去，来甲打起哩。拼命嘛还是讲？对，我即马打。但是。请你到站，大家到站。我其他人我拢也是阁看袂着，好啦，袂要紧。反正我负责读书就好。来，另外分享一个啊，即个天雄兄上台语台的即个节目，即个 link 我找一下。伫倒？三年，对啊，三年分享的，我看伫倒？遮出了。copy， 即个 link 来 link。打起哩，明仔家己去看哈。开一把好，较更爽。歹势，我摕只水来啉。我一开始实习的时阵，伊就来到香港，然后甲阮教讲一寡有关迄个，就是那种什么，就是跟海呀、船啊那些有关的。我看迄节目我才知影，伊专门咧做即道的所以伊。斜杠就多呢。好，你再看哈，咱转来读去试遮。9月10号，还是落雨，而且渐渐无风的天气，但无偌久就吹起微风。所以伫下晡到归人海边，到归人的海边吼，指挥官为着要甲一切安排就绪，随即去登陆吼，就指挥官先起山啦吼。迄只快乐船 Huswind 号也伫咧今仔日早起对淡水出航，伫海上拄着顺风，所以也含阮同齐进入归人。咱昨昏是已经读到讲，因坐船已经来到归人遮拍定吼，休伫港外吼。即嘛今仔日即个9月10号因就起山吼，进入归人，就安尼全部军队拢做伙吼，集中起来就对啦吼。因坐3只船啊4只船吼，但是无讲起即几只船吼。互你着因讲全部军队拢做伙吼。阮接到报告啦吼，讲快艇 Braskens 号顶头有一个士兵伫咧航行当中落落水淹死吼，也有一个士兵到遮2-3天就死去啊吼，已经将伊送到陆上去台吼，而且有一寡士兵因为日常落雨恶劣的天气，加上人数真多，所以迄寡快艇甲篷船会当用心之处真少，就是伤歪溃啦，伫船顶伤歪溃。
真话亏吼，已经开始，所以有一寡士兵开始咧消散破边。9月12，落雨又个恶劣的天气，指挥官对为着将要出征所需要的一切，拢下令安排妥当，并且命令船只准备好出航，要对淡水甲鸡笼调来几个原住民，要带因去噶玛兰担任向导、翻译甲其他工作。即寡人对此拢表示愿意担任。伫即个当中，三条社的人对谣传，就知影讲，就听谣言啦吼，听人讲，因将会因为因顶一回的即个叛变，甲即个不服从吼，遭受到严厉的处罚。因此呢，就来指挥官面头前遮非常谦卑恳求人民因，并且赦免因的罪过。因坚决来承诺讲，坚决来答应讲，将来行为一定会改进。伫所有的所在，拢会显示因是阮忠实顺从的属民。指挥官阁下严厉来斥责吼，斥责是斥责吼。我来查一下你的斥理。我电脑哪遮慢？慢甲我刷一个鸟刺刷袂叮当。我用甘字典查即个斥责，即个斥吼，读做贴吼，我都要读又对啦，我是用摇的吼，贴，赶出就是贴吼。结毒就是贴吼，结毒就是赶逐啦吼，伊写攻击的字吼，结毒。责备嘛是贴，所以责备的斥骂嘛吼，责备吼，骂吼骂就是贴吼，责备骂就是贴吼，啊赶逐嘛是贴吼，赶出赶逐拢是贴。寸毒，寸毒嘛算贴。寸毒就是应该是你摇吼，你要猜想吼，寸毒。寸毒即个词，伫日语用较侪啦吼，即嘛日语嘛是搁安尼用吼。我袂记安怎读啊吼，意思就是摇啦吼，猜想。等下吼，我用日语词典查一下寸毒。我今仔日才知讲你。台语安尼读嘛是会使啦吼，叫做怂读句吼，即日语的怂读句。surmise about someone's feelings， 或者是 guess， 或者是 conjecture 吼，这都是摇的意思啦。怂读句寸毒贴，充满冲刺嘛吼。充满嘛是会使讲贴吼，拆开。但是即个贴字其实伫台语内底口语可能无用着啦吼。我来查一下台语大词典。汉字贴字。敢若写一个线吼，字线，是毋捌看过有人即个字线吼。若贴开头的字无，贴结尾的字咧，贴结尾的字用，贴做结尾。有两个吼，一个是盖贴，
盖帖就是谴责、斥责哈，盖帖。这个是排帖，排斥嘛哈，排斥就是大家知影迄个排斥哈，排帖，台语读做排帖。这个词原本是对日语来吼，排帖。我咱转来日字遮讲，指挥官阁下严厉特责因吼，特责拄则是讲是盖帖吼，盖帖。指挥官阁下严厉来盖帖因吼，戒是迄个戒。戒是要安怎讲？戒就是戒掉坏习惯，即个戒吼。指挥官阁下严厉来戒贴因，猛烈来责备因，毋肯随着人民原谅因。对此，因以更较谦虚的态度继续乞求。祈求吼，祈求，并且以更较重大的诺言来表明会改进吼。呢，真卑微吼。9月13，一切为着出征的代志拢准备好吼，船只嘛准备好会当出航。指挥官阁下派船长 Simon Cornelis。因即道我记敢若是300个兵吼，遮尔大阵吼，坐船来到鸡人遮，主要是要出征，要去拍迄个三条蛇。啊，结果人三条蛇就已经来甲伊啉着啊吼。所以讲咱即马看伊到底要去出征，要去拍对。一切为着出征的代志拢准备好，船只嘛准备好会当出航。指挥官阁下派船长 Simon Cornelis 坐旁船 Utrecht 号吼，乌特勒兹吼 Utrecht 号先出航去查看伫个加马兰湾内底是毋是会当找到适合伫互阮带着军队来。好起山的所在吼，方便阮起山的所在啦，先去遐探查一下。若是找着即种所在，就爱伫阮的舰队来到迄个位啊附近的时阵，哦，来放信号吼。啊，若找袂着，就爱向阮同齐航往即个苏俄湾吼，就是圣劳伦斯吼，圣劳伦斯湾。即个船长呢 ，Simon Cornelis 伊嘛带几个金包里的人同行吼，同行。一方面要派因去探听加马兰人的情况甲决定，另外一方面要派因去通知加马兰人，讲阮来即只用意甲原因。迄寡三条蛇人搁再一次继续真恳切来乞求，因此指挥官阁下和伊的议员就商议了后，就将伊总算答应讲人民并且原谅因吼，总算该原谅啊吼，但是要处罚因支付3倍的年税吼，原谅伊，但是要6钱吼，或者是共价值的物件，而且必须要伫阮对加马兰转来以前，就摕来鸡人遮交付。啊，若无，或者是讲做毋着即项代志吼，阮一转来就会甲因完全来甲摧毁吼，摧毁吼，好，这个吼实在是。即只规啊词来查一下吼，拄则我直直读乞求，即个乞字是因为我知影乞遮就是安尼读啦吼，祈求吼，乞遮的乞食嘛吼，
kit KHIT 吼，伊讲有困求的意思，有乞食的意思，有求乞的意思吼。乞是第四声，就是较低音，但是刻伫头前都人爱读悬音啦吼。所以乞食为什么读悬音？是因为变调。你若刻伫后壁就是求乞吼，求乞啊。但是咱即只是拢华语拢写做祈求、乞求吼，求乞、求乞吼。我看卖啊，伫大理大书店即里有啥物词呢？除了乞食以外，吼，一想就想到乞食、乞食，吼，做乞食，做乞食，自理做乞食，这啥物意思？水乞食，田园仔的幼虫，吼。田园就是蜻蜓啦，吼。田园的幼虫叫做水乞食，我今仔日才学着，吼，水乞食。高声乞食喉，高声乞食喉，讲指粗鲁的人演说，或者是讲歹听的歌声。粗鲁的人咧演说，或者是歹听的歌声，吼。迄叫啥？我煞袂记。好啦，高声乞食，我伫想迄个哆啦 A 梦内底迄个大箍迄个歹听的歌声，高声乞食后，煞袂记伊名。乞哀求人，吼，乞哀求人，乞哀求人。乞某就是爸母为着囝去卖某、娶某、讨某，吼，就是乞某。哇，乞食即个词安尼内底写甲落落长，我看卖到底咧写啥？乞食有理的，乞食有理分啦，吼。讲难死的人有可能会变乞食啦，算骂人的话啦。乞食有理的分，吼。乞食也有3年好运，吼。哟，算好歹照轮，乞食嘛有3年的好运，吼。乞食学落好身份，意思就是毋知家己会歹，吼。乞食学落好身份，啥物意思？毋知家己会歹。即句我无法度小可转袂过来吼。乞食乞达，就是吝啬吼，吝啬。乞食乞达，乞食均胜，乞食阁饲猫，意思是身份无合啦吼。乞食阁饲猫啦吼，说家己食袂饱，阁会当饲猫吼。较早，我含印度同事咧开讲，讲到饲，伊讲伊就是安尼讲，伊讲我都家己都根本食袂饱，都还阁会当饲猫。乞食赶庙讲了即句，大家就接听着吼。乞食各亏行李多吼。乞食各亏行李多，意思是搬厝的时行李真多吼。就是你物件一大堆啦吼。乞食各亏行李多吼。这嘛会使用来延伸的用法吼。我认为啦，这毋是讲顶头无安尼写，我认为讲，比如讲你认为讲即个人足低路安尼。乞食各亏行李多，譬如讲，啥物意思呢？一时仔想袂起啥物例吼。乞食各亏行李多，照你是乞食是也一支棍啊吼，讲教用的棍啊尔吼，无啥物行李，但是
即种的足低咯吼，去遮各亏行李罪吼。好，过来是去遮灶空南山软。去遮灶空南山软，即我毋捌听过，意思是指南山车吼，毋捌听过。去遮洗底没走你吼，乞丐死在马槽里吼。去遮洗底没走你，意思是讲指该当洗伫路，指该当洗伫路边啦吼。会当用马槽做观察，算是幸福吼。去遮洗伫没走你。算死了拄啊好吼，无啥物好可惜的吼。去遮是伫马槽里，拄啊好用马槽做观察吼，算袂歹，阁互你有观察。去遮做鸡，意思是指身份无合，含迄去遮个饲鸟差不多意思吼。但是去遮做鸡为啥物身份无合，毋知吼。去遮长厝，就是倒赢。倒赢吼，倒赢啦！去遮长厝倒赢，意思就是颠倒赢吼，双关语啦。这个就是这啥？这就是算叫啥？歇后语吼，日客仔话，去遮长厝倒赢，去遮拜望下祖公。就是去遮拜祖先的望啊，颠倒是你侮辱祖先吼。去遮拜望下祖公吼，你莫来拜，大家毋知你来拜，大家知影你子孙仔做去遮，去遮拜望下祖公。好，去遮下大愿，意思是追求做袂到的愿望吼。去遮下大愿，去遮落半黑去遮拌罗汉骹好味好素吼，啥物意思啊？去遮交配罗汉骹吼来得意吼，共款是破话啦，破锅。去遮拌罗汉骹好味好素吼，即个拌是拌烂啦吼，啊，去遮去拌烂罗汉骹好味好素吼，搁来。得意吼，感觉足得意安尼，其实是共款是破话，是安尼，共款是破锅子吼。去遮也有4个日存粮，就是去遮嘛会接住4个日的粮食，何况一般人嘛着爱知影，加少爱接住一寡米粮吼。去遮也有4个日的存粮吼，4个日袂少呢吼。你想看4个月的薪水吼，偌济钱你就知吼。去遮也有4个日的存粮。搁来是即个是啥物意思？即个音毋知倒位哦，较毋达吼，较毋达。去遮放屎，哇，那遮粗鲁的话啊！指社礼还是利益较少的时啦吼，较毋达去遮放屎吼，都是嫌少啦。比去遮着食袂饱嘛，所以放的当然是少嘛吼。所以这意思像当然这足粗鲁话啦，莫安尼讲吼。去遮毋达你牵去遮。较毋达得牵去遮放屎吼，好，去遮跋倒哦，去遮若跋倒所大会讲会落去，就是讲该讲的代志漏到无讲吼。对，你去遮若跋倒伊所在迄支讲，伊即只是讲所在迄支讲会落去吼，会拍加落去，啊！即只讲去遮跋倒，个的意思是讲，该讲的代志煞去漏交无讲着啦。去遮跋倒，去遮跋倒无讲着啦。去遮有食的人乖仔伙，这啥物意思？
去遮若食饱，就会人怪啊花吼。去遮有遮会人怪啊花啦吼，算哇！你食饱就开始出头一堆啊，去遮食饱人怪啊花，意思讲只人啦好嘢吼，都会去风流啦吼，所以你就会使安尼讲吼，去遮然后吃，去遮有遮会人怪啊花吼。即个去遮有遮，我感觉讲了无介顺吼，无介煞喙。去遮有遮会人怪啊花，因为讲去遮食饱了，人就会人怪啊花吼。大概这样意思。哇！我即马在人哦，剩无几句啦，甲念好了，剩无几句吼。去遮无通加老粿吼，去遮无通加老果啦。吼，我是安尼讲，去遮无通去遮无啥物件，哪有啥物果通互你落吼？加老是落个涂骹意思吼，所以后壁是安尼解释吼。去遮袂加果加老。就是哦，所以说意思是讲去遮袂甲果落个涂骹啦吼，只当生甲连油狗都笑命命吼。去遮无通加老粿吼，当生甲安尼吼。请去遮讲好话吼，就是喜庆的宴席当中有人讲歹吉条的话时，主人就讲出会倒饼的话吼，请去遮讲好话吼。即句我较无理解。去遮，请去遮讲好话，主人讲出会倒饼的话。去遮三更问鸭，去遮伫门口伫三更。应该是去遮三钱问鸭，意思是钱讲要钱要做头一个吼。但是即个问鸭是啥物意思呢？等下再来看问鸭。好，即个去遮，即个去年做头就是拢去遮啦吼。我看一堆词。一堆词，咱著甲念过来。去食便，去食症，就是寒热病啦吼。马拉利亚是啥物？马拉利亚是啥？疟疾吼，寒热会寒会热的即种诶，去食便吼，去食症，去食营就是去食诶小厝，去食营选好汉。意思就是讲，带去食营嘛有娶某嫁翁的好人选哦。去食营选好汉，去食经只无力做工课的人哦，要做工课都无经甲头担袂起来，去食经，去食瓜，去食鬼，去食骨，难死无志气的人吼，去食寮，就拄则迄个去食营相款吼。去食命吼，去食碗，去食碗叫做去食碗，去食皮就是相款难死的人去食皮，拄则去食骨嘛吼，去食煲就是查某去食啦吼，去食仙，去食新，去食新命吼，去食新皇帝喙吼，善车人讲大话或者是食好物吼，去食新皇帝喙吼，哦。去食生，就是生做去食款吼。伊个或者是迄个当生的人吼，去食生，去食神，上你的身，意思是讲人难死无志气，去食神，上你身，去食生张，就是去食生啦吼。即种即种讲法，我是伫圣经内底学着吼，讲即个人好生做，就是即个人生做好啦，就是伊诚做生做食缘投啦吼。等下我先抄起来，等下再来现字典互大家看吼。一个是问鸭，一个是好生做吼。
去食善车人的款式哈，去食铁啊，是去食款的人，去钱就是去讨钱啦哈，去水，用小红堆开水转来进步七世人的身躯，敢若你洗身躯的方式叫做去水，就堆一寡开水来切身躯啦吼，这去水。我毋捌听人安尼讲，第一道听着。好，迄个搁一个祈语叫做乞呼吼，祈语叫乞呼。我有意思的我就念吼，看下真深色趣味的我就念。其他的就好，读过。好来，咱讲生罪吼。SINN 罪 CHOE 第三声。生罪就是天生生来叫做生罪吼。生做大班吼，生做真水这无我拄则讲的迄个好生做吼。这生做大班，生做真水，这逐个可能较常听着啦。我伫圣经学到的迄种用法是好生做，伊甲生做当作是名词嘛吼，好生做安尼。这个生做大班，生做真水，感觉就是敢若是一种。算动词吗？看敢若毋是名词吼。过来是去食烧钱问鸭，我看遮即个问鸭什么意思？问鸭 MNG 第五声鸭 AK， 问鸭就是门屋，汉字安尼写吼，大字大字点写门屋，就是门口哦。檐孔哟，玄关哈，门口即个玄关即个位啊叫做门鸭吼，所以说去食三钱门鸭吼。为什么去食三钱门鸭？因为是要甲你讨物件嘛，要甲你讨食嘛吼。好，即个乞求吼，就是三条蛇人继续真恳切来乞求吼，即个乞字。讲叫因讲爱付3倍年数嘛吼，或者是讲价值的物件摕来归人才交付，若无吼，一转来就要甲因完全摧毁吼。即个摧毁我拄则要查，袂记哩。第一个是即个摧字，华语的摧吼，是毋是读做摧呢？歹势，毋是完全毋对吼。第一个音读做贼，第二个音读做贼吼。贼可能是较稳的即个腔口的款哦，贼也就是贼。哦，即个音平常时阮较安尼读吼，贼。阮拢已经烂音去啊，拢读做雷吼。但是阮的腔口袂读做雷，阮读做落吼。所以即个本字是读做热吼。好，热是啥物意思呢？就是揉眼睛迄个，就是热，揉眼睛迄个动作就是热。但是阮是读做落啦吼，落目睭。另外有一个词叫做，咁样叫勒死，或者是甲即个网勒死，还是狗遐吼，伫桌顶你甲勒死，你用一支枕头吐喺桌顶，甲狗遐，甲用死即种动作就是勒死吼。好，这是热，但是摧毁的
要安怎读呢？热血，最血，热血。毁，等于毁坏的毁吼，我查一下，应该是有毁甲有血吼，血的音血，热血。当然，即个热血我是照伊即个华语写法，我照念尔吼。台语是要。即个热台语白话音无，台语大词典无收。毁坏、毁伤吼，毁热毁。但是台语要安怎讲呢？我想看觅，摧毁台语到底要安怎讲？鬼色无呢？我用册台语册看觅啊。我已经23分啊，结果我读遮慢。台语大词典册台语对应中文，对应华语的摧毁。Marinor 有受摧毁、坠毁、热毁吼，就是我拄则讲迄个坠甘字典的迄个音，坠还是热吼，坠毁、热毁。另外一个摧毁，就是我就是一开始摇迄个音啦吼，就是家己学白摇的音，摧毁，敢若安尼尔，无别位，无别个事啊。好，讲恁若无纳即个钱吼。阮一转来就会甲恁完全热毁吼，完全甲你做毁。我会读热毁啦吼，因为就是迄个，若敢若甲狗遐热死即个音吼，当然阮会读热毁吼。对此因接受，而且肯定来答应讲一定会遵行。有几啊破病的士兵对快艇甲因带来路点的车的即个军营吼。阮着拢准备好，伫明仔载要全部的舰队出发，要前往加马兰。好，9月14号早起，指挥官以应该有的尊敬甲惯例的礼仪宣布长官阁下的就任，如同伫咧淡水所举行的安尼。了后，着去上船吼，所以因这实在是真照规矩来吼，每一个长官阁下就任，随伫各地方拢会即个算举行一个仪式啊，公布安尼，互大家知影讲即嘛新的长官啥物人吼，宣誓吼，今仔即篇无写着，咱之前拢读着拢大家宣誓，甲较早对立前一位的即个誓言算甲挥洒吼，放散着来宣誓效忠即个新的即个长官安尼。好，即个宣布长官阁下就任了后，吼，像伫咧淡水所举行的安尼来，宣布了后，就去上船，随带领全体舰队用旁出航，但是因为阵风渐进无偌远，只敢会当驶出迄个海湾，天气恶劣而且落雨，迄只快艇 Breskens 好驶袂出来，只好伫咧海湾里趴定停泊，规暗继续透咧阵风，继续迄个恶劣的天气吼。9月15，继续昨昏迄种恶劣的天气。虽然如此，阮也是尽力阵风航往迄个北平的湾夹，但是前进应该是无远的意思啦吼。剩4分钟，我甲即个9月16甲读互了好啦吼。早起天光的时，驶到迄个湾夹顶头吼，拄则讲北平迄个湾夹吼，驶到遐，
来到加马兰的海湾，伫遐阮看见 Simon Cornelis 船长吼，坐着迄只庞船Utrecht 号吼，乌特勒兹号，伊无甲阮做信号，伊无做信号互阮看嘛吼。你个记讲你若找着迄种好起山的所在做信号，阮知影。结果无做信号，因此知影讲伊无找着啥物适合起山的好所在吼。而且伊也转换伊的方向，和阮同齐航往圣罗伦斯湾哦，所以因放过加马兰吼，直接跳过去苏俄吼，去圣罗伦斯。要暗嘛是阮适时来驶入该海湾吼，就是要暗嘛时拄啊好时阵来驶入即个。圣罗伦斯湾，快艇 Breskens 号嘛，伫个今仔日早起哦，算正风驶到即个海湾夹遮，伫个阴暗来上述的海湾，和阮同齐停伫遐。Simon Cornelis 报告讲，看见有真侪原住民住伫个瓦郡海岸的村舍呢，因为阮的抵达来惊吓，所以。甲因的物件、妇女甲囡仔拢砸咧，倒入去内陆。因此呢，指挥官遂派几啊淡水甲金包里的原住民去遐，甲因讲爱去甲所有会当拄着或者是赶会着的人，甲因讲，阮来遮的用意甲目的，并毋是要来毁坏因，或者是消灭因。而是要来因来提供和平以及阮友善的来往，即种关系不外乎，就是只要求因公正服从利益吼。如同公司对大部分的所有福尔摩沙人已经正式的安尼吼，就是恁只要服从就好啊吼。若是愿意服从公司作为愿意的表征。每一年只要用落皮或者是其他的物件缴纳一点贡税，安尼阮就会确知讲因是忠实可靠。阮将会看到讲连一支头毛都袂对因的头壳顶被拽落来吼。因的物件更加袂互去用偷摕，或者是其他的即个科带吼，头做科胎吗？科吼，即个科里草里头，佮一个可以的可吼。咱来看一下吼，29分啊，剩1分钟。科带，头做科还是还是 A 吼，拢会使。这边读科啦吼，我着读科吼，或者是吼。就是讲，因只要纳钱啦吼，阮就知影因是忠实可靠吼，所以连一支头毛都袂甲因扣吼，因的物件袂去用摕，嘛袂或者是其他科胎。颠倒是伫因伫咧对抗所有因的敌人的时阵，拢会受到阮的支持甲保护，因此会当自由来阮遮来听阮更较详细说明。不过，迄寡拒绝阮友善的提议的人，毋肯归属服从阮的人，或者是毋肯每一年缴纳贡税的人，和迄寡表现顽强的人，将会遭遇阮用武器的攻击甲处罚，作为其他人的照镜。好，这是9月16的内容。看一下哦。你爸比做袂少笔记啦哈，铁节寸度啊，铁，热火吼，热火，拉天是毋知惜福。好生做，对啦，迄好生做就是缘投啦，无毋对。即个是我伫圣经学着吼，
但是我袂记得是啥物，敢若是你讲即个，摩西的款啊，啊是啥物人讲好生做吼？哈，我伫内底一寡因兜仔送伊，就拢讲好生做，就对啊。你若有兴趣，才家己现吼，把起来办。热面筋啊，揉毛巾吼，热面筋嘿，就是嘛会使吼，热目睭吼，毋通甲狗遐热死吼，就是即个热吼。热啦，热啊，阮讲热啦吼，就是即个热摧毁迄个摧吼。伫台语诶甘字顶写讲，即个音是安尼读。好，安尼今仔日歹势吼，较晚读字啦吼。啊，因为我嘛看袂着其他人，我敢若看到芭比吼，啊，所以毋知要安怎含各位招呼。楼骹几个人啊芭比，歹势我看袂着。四位朋友。哦，安尼哦，3年台顶，我嘛看袂着吼，歹势拢看袂着，敢若其他。你敢会当讲遮4位3年以外其他4位朋友是啥物人？有嘿。是。哦，好，马云吉米林好 ，NJ 我都毋知是 NJ 哦，叫做 NJ 啊。对 NJ。哦 NJ 好，你好，好。感谢各位，咱明仔载要继续读吼。明仔载应该袂记时间吼，歹势吼，8点半过啦，我都好。安尼明仔载继续读吼，感谢各位，我来开房。